政治说分明来看国会这款法案生效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就要去到立法院来备询。杜英泰是表示，希望双方会当互相尊重。因即马有风声讲，国民党团按算伫8月要召开临时会，动用国会调查权，准备要通过核电国棒，佮选罢法修正的相关草案。国会这款法案生效，其中包含表示国会罪也正式上路，恐惊影响质询甲备询的人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也伫法案生效了后，头一届去立法院备询，安怎应用也引发关注。今天来这里就是要以身试法，看看这样的修法会不会改变国会内部整个质询的过程。双方理性的能够暂且有一个基本的态度，按捺不动，彼此尊重。行政院已经上状澄清释宪，杜英泰也表明态度，希望质询者甲备询者互相尊重。不过，即马也传出南洋按算伫8月份召开临时会，来行使国会调查权，甲通过重大法案，可能包含核电延役草案甲选罢法修正草案。民众党是主张立法院搁再延会，爱完成改革法案甲人事动议权的审查。就 NCC 委员所做的决议是，我们一方面谴责行政院院长左荣汉毫无担当。7月12号的时候，我们会要求这一次的立法院必须要再度的延会。很多重大的一些，不管是法案或是重大的一些国会代推的事项，我们想做的事情太多。党团内部有提议要做临时会哈，但时间的部分的话，可能还在讨论当中。总统赖清德进前表示，伫大法官还未做出国会这款法案实现结果进前，无应该向公采取行动做国情报告。郭文德认为讲，应该依法行政。如果立法院有决议请总统来，他就应该要来嘛，这依法行政嘛，就依照3读通过的法律来进行。另外，民众党伫选举的时定下2年条款，即马不分区80个立委，伫任期满2年的时就要辞职，由选后的名单来报起哩。近期党内也传出无共意见，郭文德表示，规定定了后就袂改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